大人，现在看来，攻这个庄子不容易，就是这个庄门，要是想进去，那都很难呐。你们给我放火烧！大人，靠近都难，怎么烧啊？对呀，有大炮吗？拿大炮轰！红衣大炮只有露营才有啊。对呀，对呀。那你们就给我愣打！愣打！回来！怎么着？回来啊！跟我装孙子是吧？大人，要我说啊，干脆咱们断其粮草，围而不打，这样也就不攻自破了。那得等多长时候啊？这个嘛，也就10天半月呀。禀各位大人，抓住了一个送信的，带过来。是。过来。你给什么人送信呢？哼，不说是吧？眼睛、鼻子、耳朵一样一样给我往下挖。是。说。我是给徐大人送信的。哪个徐大人？是不是聂台府的徐祖荫？是。说。是。信呢？在这儿。看起来。大人。念啊，是。聂台大人有令，没有他的话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攻打山庄。你们都给我往后撤！哎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！听见没有？哎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快撤！往后撤，撤！都撤！启禀庄主，聂台衙门来人了，把攻庄子的官兵给拦住了。哼，我说嘛，人呢？还在门外，快请进来。是。庄主有请。带路。兄弟，我姓李，是徐大人的亲随，请李兄指教，官兵围寨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里没有外人吧？这里都是自家兄弟。唉，你们呐，太大意了。怎么讲？上次杀岳子峰，都哪几个人去了？我们几个都去了。你们为什么不斩尽杀绝？我们该杀的都杀了。谁说的？他有一儿一女，知道吗？儿子叫岳小满，女儿叫岳思莹，对不对？你们杀了吗？那个小妞有点身手，我们2个兄弟还被她砍伤了，想追却被她跑了。他们跑到江宁府里告状去了，知道吗？江宁知府也是个混蛋，也不问问你们是谁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稀里糊涂就跑来抓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徐大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，他会亲手来接这个案子。他让我来就是要亲口告诉你们，绝对不会有事儿。既然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府县衙门，这个围要解，这个过场还得走。徐大人的意思是说，江宁府就不要去了，
地方大了太招眼。可是徐大人又不能亲自到这儿来，所以他已经都安排好了。他去江都县见你们，顶罪的人他已经找好了。哦，那个地方小，而且县官也好对付。那我们都去吗？都去。徐大人让你们把家伙事儿都带上，相互之间好有个照应。真要是有什么人敢惹是生非，顺手把他做了。好，我们就按徐大人说的做。嗯。好，来，坐。徐大人刚才已经传话过来，派去送信的人已经到了，徐大人也已经起驾了，用不了几个时辰，他就会到这里亲自见你们。太好了！来啊，上酒。这个俗话说啊，灯下黑。咱们这个地方啊是县府，所以各位根本不用担心有谁会跑到这儿来。各位是尽管甩开腮帮子，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。来，我先给各位压压惊。来，兄弟我先干为敬啊！好啊！干！都放倒了，赶紧招呼人。快，一个个都给我绑结实了，上！快点！好啊，梁公啊，在。你马上陪岳小姐到县衙去见李卫，让他看好那几个人，然后慢慢审问，一定要挖出指使他们杀害岳子峰的主谋。这，岳姑娘，走吧。多谢。啊！看来李卫这小子还真是个可以造就之才呀。那呀，就弄到你的府里边调教，没准啊，还能调教出一个怪才来呢。再说吧。来啊，上茶。那请。大人，快！大人怎么样？都抓住了。哦，太好了，人赃俱获。我大清有不杀言官的公令，这回是太子瑕疵，徐孽台授意，陆迎宾动手，有戏了。扳倒了太子，八爷那儿也是大功一件。哎，那几个杀手是怎么处置的？全被钦差大人押在县衙里。我们得赶去，协助钦差看好他们。是，这可是人证啊！对，一根汗毛都不能少啊！对，然后派加急，立即告知八爷。看清楚，是不是他们？到底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他们。你说把他们怎么办呢？把他们都杀了，为我爹报仇。杀了他们，你姐会高兴吗？我姐会感谢你一辈子。喂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您老人家现在才想起来问呢，晚了。用这种下午门的手段下药抓人，你算什么英雄？本路英雄经常用这样的手段，这叫兵不血刃。怎么样，把你押上我的大堂，手段不错吧？你个下三滥的东西！我呸！你个愣头青，暗杀言官，你才是下九滥的东西！滚！滚！我劝你放聪明点，不用说你也知道我们是谁的人。徐大人传话，江北大营就要接管了，你就不怕尸骨无存吗？哼，本大人一不怕骂，二不怕吓唬。下三滥对付下九滥，我不管你什么许大人、驴大人、马大人，到本大人手里就是案板上的大肉。你看怎么样？岳子峰一家是你们杀的吗？你审不着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刚才你在庄子里已经跟我说过了。你不会是吧？行，那就更省事儿了。来啊，给我拉出去砍了！谁敢动？本大人哪儿长得都不肥，就是胆儿肥。来啊，给我拉出去！统统拉出去！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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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走，走你！走，老实点，走，跪着，跪着，拉下跪下！这招很灵啊！怎么玩的啊？谁教我啊？你来教我。那边，二位大人慢点啊！二位大人这边，快来！二位大人，起来！二位大人，不要管我！快去告诉钦差大人，刀下留人呐！对，快去！手是这样的是吧？这样，对，就这样是吧？好。嚯！他怎么没反应啊？别学了，赶紧替我爹报仇吧！对呀，我得报仇啊！来，动手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呐！王管带和郝庄主他们被钦差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钦差在江都县出现了，他带人到木灵山庄抓走了郝庄主和王管带。什么时候抓走的？就是在昨天。那些钱呢？还不知道。大人，可不能让他们供出了您，还有那几百万两银子。王参将，末将在。你即刻带人去秣陵山庄，务必将那些钱运出来，要隐蔽。是。你们嘛，为了太子爷的大事，要想办法让那些人永远闭上嘴巴。明白了。人都抓住了，干嘛这么急呀？你不知道，姿势体大，要是让徐祖英知道了，怕他杀人灭口。快！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？当然是听上差大人的了。听我的就好。动手吧。大人，还得等。等什么呀？等着炮
炮还没推了呢。推炮干什么呀？大人有所不知，这杀人得放炮，要是不放炮的话，他们冤魂不散，就缠着。缠着谁呀？啊，缠着谁呀？谁杀他，他缠着谁。为了大人的金命，是还是再等一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到大堂里面去等。你们把人砍了就是了。不，大人！哎呀，还不动手？还不动手啊！是，还不动手啊！哎，李大哥，他们来了。启禀大人，8个人都杀了。杀了！杀就杀，你吼什么吼？启禀大人，没有放炮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他们。啊，是大人是。好，说出来，说给我听是吧？好让他们来缠着老子是吧？好心思啊，好心思哦。就是老子杀的，就是老子杀的，又怎么样？想当年在山东兖州，呀个呸的！我看谁敢来缠着老子！大人，小人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请大人您看看这个。免了。都给老子挂到外面旗杆上去！是，挂到旗杆上去，走。杀了。杀了。我李卫也能杀人。李大哥，你帮我弟报了仇。我和我姐会感谢你一辈子。你姐呢？你姐现在哪里？奉钦差旨意，杀人凶犯人头示众喽！奉钦差旨意，杀人凶犯人头示众喽！奉钦差旨意，杀人凶犯人头示众喽！糟了，这个小混混！奉钦差旨意，杀人凶犯人头示众喽！奉钦差旨意，杀人凶犯人头示众喽！我给八爷的信都发出去了，担保能从这几个人嘴里抠出扳倒太子的口供。现在好了啊，一句话没说，人都给杀了，我怎么跟八爷交代？我怎么交代？卑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这钦差大臣为什么要急着抓杀岳子峰的那几个人？抓到了，又一句口供不问，又急着把他们全杀了。莫非钦差大人真是太子的人呐？难道我们上套了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俩的顶子总算保住了。保住个屁！他们利用了我们，把抓来的人杀了灭口啊！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他们就会把滥杀露营官兵的罪名栽到我们头上。
这要让八爷知道了，以为我们投靠了太子，饶不过我们。徐祖荫正好趁机灭了我们。啊！这不太可能啊！莫非钦差是太子的人？不可能。太子来信说，钦差是4爷和13爷。那4爷和13爷也可能是太子的人呢。走，到县衙去问问魏敏忠和冯月清就知道了。好。正而不足，邪而有余。这家伙真是邪得没谱了，一句口供没有就把人给杀了。徐祖荫动不了了，太子要是真追究起来，还得给咱们安个滥杀露营官兵的罪名呢。主子，他干的事儿让他自己扛去，绝不能连累主子。你少说2句吧。启禀2位大人，聂台府张执事和1名参将来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这回可好了。2位大人，2位大人请。请上茶。真是辛苦2位了。你看看，又要迎奉钦差，还得协助钦差杀人，使君路真是不易呀，真是不易呀！哪里，迎奉钦差是在下分内的事儿，这杀人是钦差大人的事儿。对，人是钦差大人杀的，与我们无关。钦差大人怎么想到要把江北大营的官兵抓来杀了呢？听说他们是杀害江南道御史岳子峰的凶手。那一定有证据了。证据嘛，钦差大人那儿想必是有。什么证据？这个我等就不太清楚了。不清楚就派兵协助钦差拿杀露营官兵吗？知识大人切莫误会，我等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江北大营去抓人。可是你们已经抓了，而且杀了，等着听参吧。我最看不得这样的人。大人，我最看不得你。徐祖荫要是怪罪下来，你一个人承担。太尊，我他妈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投靠钦差。对，投靠钦差。如果钦差是太子的人怎么办？八爷这棵大树，太尊已经靠不住了。对，如果这钦差是太子的人太尊投靠了钦差，就等于投靠了太子。如果这钦差不是太子的人，就说明这钦差是皇上的人。太尊投靠了钦差，就等于投靠了皇上。对呀。听说你杀人了？杀了，呀呸的，8个，全给杀了。你怕什么呀，妈？你没看见那帮家伙，平常他们杀起老百姓来那个狠劲儿啊！可这在老子面前，我就这么一抬手，我说咔嚓了吧，那帮家伙就真的被我咔嚓了。平常我们都是等着挨他们宰的主，今儿我把他们给宰了。这鸟钦差当起来有点意思啊！等我再多当几天，
我把这帮家伙一个一个我都给咔嚓了。叫你呢。那些赃银呢？赃银？什么赃银啊？就是藏在秣陵山庄的那几百万两银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光顾着抓人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忘了？不要说了，出去吧。要不现在带着兵去拿他们？出去！出去就出去，吼什么呀？过河拆桥，呀呀呸的！四哥，这个人，你杀了那些人，帮我爹报了仇，我感谢你。我们要走了，听我一句话，你和你妈赶紧离开这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小满，我们走。你们就这样走了？杀我爹的真正仇人是徐祖荫，现在抓不到他了，我得到京里去告御状。哎，抓不到人，可以再想办法的。你进京去干什么？人证被你杀了，口供一句也没有，你凭什么抓他？要不然我们再去找那几个真钦差，他们准有办法。你以为他们还会等你吗？他们凭什么不等呀？他们来不就是为了抓杀你爹的凶手的吗？你是个好人，这件事情真不该把你牵扯进来。你说的话我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干脆这样，杀错了人，我愿打愿罚，只要他们能把那个姓徐的什么狗屁孽胎给抓起来，咔嚓了，给你爹报仇就行。大人，别开这样的玩笑，玩笑开大了。他们真的过河拆桥呀！他们。官场上的事情你不懂，他们现在这是利用你。如今没有了证据。他们不把你交代出去，已经够仁义了。你仁义吗？我为了给你报仇，跑到那个秣陵山庄去抓人，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。我现在倒好，现在他们一声不响全走了，你也要走？你说走就走啊？我李卫说过的话，吐出去的唾沫星子绝对不会收回来，大不了搭上我这条贱命，我非得把那狗屁徐孽胎给抓回来，我一刀把他给卡塔了。姐，我们撇下李大哥，是不是不够仁义啊？很好，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很好。起来，起来吧！啊，大人不饶恕卑职，卑职就不起来了。
你能够弃暗投明，今后就都是太子爷的人了。同是一主，说什么饶恕不饶恕的？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啊，谢大人。坐。不敢。哎，坐。大人，钦差大人，本县冯县令来了，跪在院子里求见大人呐。这一个雷是顶，两个雷也是顶，见。怎么着？又把这妖精小卧底儿给我带来了？岂敢！上回卑职冒犯了上差，都是因为这个小贱人。现在卑职把这个小贱人带来了，交给上差发落。发落了他，你就没罪了？卑职有罪，卑职有罪。还望上差念在卑职忠心耿耿，协助上差拿下了凶犯。今后卑职为上差马首是瞻，鞍前马后，为上差效劳。哥，让我想一想，砍下来那几个人头还在吗？都白了，扒出来给我洗干净。是，这不难。知道念台衙门吗？知道。知道徐祖荫是谁吗？是。你把那几个人头给我送到他那儿去，就说是我让送的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等我赏你呢。去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把这破石榴给我带回去。但不知如何处置才是啊。洗干净，把你现在老婆休了，把她娶来。我脑子不够使了，来，乖，你帮我想想，钦差大人让我把这8个人头送给徐祖荫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很明白吗？钦差大人呐，想让徐大人知道，人证已除，他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这么说来，这钦差大人果真是太子的人了。十有八九啊。还不赶紧给我送去！是。你叫冯月清给徐祖荫送人头是什么意思啊？嘿，我给他吃一剂迷药。迷药？对，让他误以为我是太子的人，等他见了人头以后，就一定会跑到这儿来见我。到时候我就找江都县的人把他给抓起来，一样画葫芦把他一刀给咔嚓了。然后我们就逃之夭夭。其也，太尊，太尊，外面的车都装好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！别，你立了一大功啊！本县升官以后，依然带着你呀。谢太尊栽培。早。老爷，您快看看去吧，太太要上吊啊！什么？哎呀，绳儿都拴房梁上了！啊！
哎呦，哎呀，夫人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呦，夫人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写呀你，写休书，你拦不住我，写了休书我就当场死在这儿。我这是钦差吧？少拿钦差说事儿，你巴不得呢，见这个小妖精就眉来眼去，见这个小妖精就眉来眼去，你当我没见过是怎么着啊？啊！天地良心，我从来没有。好，这碗药，当着我的面让他喝了。可是你现在有话，真的问起了我怎么？又是钦差，你少来这套。他不喝，我喝。哎呦，这我死定了！哎呀，不活了！让我死去啊！夫人，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！夫人，哎呀，你可千万不能！哎，夫人，你真的没有看错，这个钦差只有20岁出头。没有看错，20岁出头。他那颗钦差官印是真的吗？啊，青石玉玺，龙钮阳纹，千真万确。你现在就回府去，有什么事情我会找你。是。属下恭候大人差遣。好。大人，莫非那个钦差真是太子爷的人？糊涂！太子的信里已经说了，钦差只有4爷和13爷。这个人20岁出头，是个什么钦差？那是不是太子爷另派的钦差啊？哎呀，你这官真是越当越回去了。钦差只能是皇上派，连这一点都不明白。哎，卑职糊涂。那这个人，一定是4爷和13爷挡在前面的替身。有理，有理，有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既然以钦差的身份出现了，知道了不去见他，总是不妥吧？真钦差是4爷和13爷，他们既然不肯露面，就说明他们不敢现身。这个替身，我见不见他，都奈何我不得。传我的话，按兵不动，一切等太子的信到了再说。是。还有，藏在秣陵山的那几百万两银子，一定要拿到。是。李参将在。你即刻带人去接应王参将。这。去到了吗？启禀大人，这找遍了整个庄子，找不到那笔银子。再去找，找不到那几百万两银子，提头来见。是。启禀大人，一个人押着一车箱子来了，说是奉钦差大人之命送给大人的。莫非是那笔银子？叫他进来。快。快点！银子没有了，倒把人头给我送来了。不见。是。人头也不收。那个人你去打发了。是。慢着，顺便探探口风，看看那笔银子是不是被他们取走了。明白。这是什么人的首级啊？啊，就是杀死江南御史岳子峰凶犯的首级。钦差叫本县的冯县令差我送给徐大人，叫徐大人放心。钦差就叫你送人头来了？是，叫背人送人头。没有别的？别的？对。比方说很多很大的箱子，沉沉的。很多很大的箱子，沉沉的，这个小人就不太清楚了。那就算了。你回去回复钦差，就说徐大人说，本案的详情他并不知晓。钦差此举的意思，也一时不能领会，
所以这几颗人头恕不能收。这若有什么吩咐，徐大人一定会鞍前效力。这些银子是答谢你的。送客。师爷，这聂台大人是什么意思啊？谁知道啊？回去吧。是。走，走。四聂台的不接招，这狗儿都有两下子啊！我听钦差的手下说，徐祖英很快就要接管江北大营了。走开！江北大营怎么了？如果接管了江北大营的话，那说明这东南几省的兵权就归他了。就是说那狗儿的要升官了。还不是一般的官儿。我听我爹说过，一旦升了武职，就不受地方刑律的约束，再想抓他就难了。太尊，太尊，退回来了！什么退回来了？人头退回来了！啊！哎呦，退回来了！是啊，给退回来了！哎呀，你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，我怎么向钦差大人交代呀？怎么向钦差大人交代呀？啊！我让你看着我死，小妖精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他妈好，死，咱们他妈一块儿死！几个人头你都送不出去，你还活着干嘛？卑职无能，特地来向上差请罪。徐祖英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他说这几个人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。他没说要来拜见我吗？没。胆子真不小。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骄横跋扈，谁都没放在眼里。那你就没办法让他来见我了。对了，听宋师爷说，他们在打听很重很沉的箱子。啊？说那笔银子。大人，这小蹄子怎么？大人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我吧！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你千万别让我嫁给县太爷。他们家那个母老虎实在太厉害了，非把我一口一口咬碎不可。咬碎了好啊，咬碎了就真成石榴了。那你干脆一头杀了我吧，也比活受罪强。不要折磨他了，让冯县令把他打发走吧。不，这个小贱人害得卑职得罪了上差，饶他不得。好吧，那就把他留下吧。什么？上差愿意要他？我是让他留下来，不是愿意要他，不愿意要他，懂吗？你要他就要他，带到我这里干什么？不急，等我说完。我本来可以杀了你的，知道吗？我让你嫁给谁，你就得嫁给谁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站好了，我现在放你条生路，
你把事儿办好了呢，我就放了你；你要是办不好，我就给你送回去。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知道。你办得好吗？你办得好，一定办得好。嘿，冯县令，你真的愿意立功赎罪吗？愿意。那好，我来问你，朝廷拨下来修河的那个银子是什么银子？知道，全是官银，1色的50两一锭的台州锭。你那儿有吗？这什么这？有的话就给我拿10锭出来。10锭。钦差大人要用，当然有。下官这就去拿。等会儿的，别给我，给他。给他。对，给他，怎么了？给他。大人，冯县令府里的丫头要见你，进来吧。大人，就是她，她就是冯县令府里的丫头。大人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吧！奴婢被冯县令和他的夫人逼得没有活路了，所以只好来求大人救命。像是那笔银子。这些银子真是藏在你们县令的院内？是，好多大箱子，装得满满的。奴婢还听那个冯老狗跟钦差大人说，是从秣陵山庄起出来的，还说要秘密运往京城里去呢。那个钦差是什么人？你见过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来了好些人，但是露面的只有一个20来岁的钦差。现在你们县的都是哪些钦差啊？没有了，昨天晚上全走了，还说要从哪儿调兵来运这些银子呢。我妈就交给你了。万一我这次斗不过他，回不来，你就帮我封老送终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妈和小满我都安排好了，叫他们连夜就走，去一个地方等我们。啊？等我们？嗯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你和我一起去啊？嗯。呸的！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；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；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；只许成功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我没说什么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那狗屁徐孽台。官场上的事儿，你知道的太少了。我从来就没想知道。那你就很难斗赢他们。碰上了一次，算你走运。可是，不可能把把让你碰上。没那事儿，我掷起骰子来，我要他来几他就来几，我要他长天绝对不来大地，你信不信？这我信。可是，人家不跟你玩掷骰子，他们玩的，你不会。他们呀，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，杀人害人，眼都不眨一下。这没事儿，只要和你在一块儿，死了也值。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。
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呀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我说什么了？啊？哎呦喂，这月亮这么大个呢！不要说了，回房去了。大人，您真要亲自出马吗？太子的大事儿迫在眉睫，没有这笔军费，我无法掌管江北大营。冯月清那里只有我去，他才会乖乖的交出这笔银子。万一这要是钦差的圈套呢？我早想过了，四爷、13爷不敢露面。如果是别人出来冒名顶替，我就能以假冒钦差的罪名将他除了。大人真是高见呐！按照您的吩咐，这都是挑选出来的。您看，所拿榜人都是离手啊。全是行家里手。每人先赏5两银子，事成之后加倍。为上差效力，何必重赏啊？你要是出不起，我那儿有。出来去。那就赏。上。上次杀那8个军官，你们都在吗？在。好，上次是8个，这次可能要多一点，所以大家要格外的上心。到时候我一声令下，不要管别人，只管盯住那个徐祖荫，给我拖出去以后，咔嚓一声，痛痛快快的把脑袋给我剁下来，完事儿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上差，他们进城了，上差来了。我们再看吧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13爷，徐祖荫带人到江都县了。哦，那个混混儿在县衙里埋伏了一些差役兵丁，看样子有一场火并。妈的，真是越搅越邪了。去告诉四爷。这。方丈，这里为什么叫做云水寺呢？取云在青天，水在平之意。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方丈做什么解释？顺其自然。阿弥陀佛。听见了吗？顺其自然。不要管他。列队。
停！大人，这么晚了，门还开着，莫非有诈不成？哼，一个县衙能诈到哪儿去？大队留在外面，你们跟我进去。是。聂台大人驾到！聂台大人到了，有活人出来一个。出去接招！我接招！怕人怕，有我呢。是。捣什么啊？钦差大人，我想方便一下。呀，呸的！你临要上阵，你尿裤子。好，方便去吧，方便一辈子去吧。上台息怒，卑职绝对去接招。哎呦，有我在你背后，胆子放大点。是，去吧。大哪儿走？这边。是。呀了个呸的，弄得我也想方便。那我忍着。卑职江都县令冯月清给聂台大人请安。大人深夜降临，有何吩咐啊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明白。大人，你明白什么？不必惊慌，来，大堂里说话。这。听说冯兄立了一件大功。什么大功啊？一下子就协助钦差杀了几名绿营官兵，这件功劳还不算大吗？大人误会了，大人误会啊！那是钦差大人的手笔，与卑职无关的。那几百万两银子呢？几百万也与你毫不相干吗？哎呦，天地良心了，卑职一辈子也没见过几百万银子，这明察。石榴，你见过吗？石榴，见过。那是5月开花，8月结果。不要装疯卖傻了，带上来。他也是5月开花，8月结果吗？这说不干卑职的事，这是全是钦差大人的指命，不信去问钦差大人。什么？钦差大人在哪儿？他就在后面。叛徒，王八蛋！藏不住了，出去吧。
下去，下去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地方也是你们做的吗？下去。上谕。闲杂人等退下。退下。是。是。徐祖英，臣徐祖英，恭请圣安。说圣公安。啊？说圣公安。说圣公安。上差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就算了。是。你就是江苏聂台徐祖英，卑职就是徐祖英。聂台是干什么的呀？裁断一审验狱、司兵法量刑之职。那江南道御史又是干什么的呀？察视官吏民情，开通言路，为朝廷拾遗补缺。那就是说，你们俩是一个卖萝卜，一个卖白菜，谁都不碍着谁，是吧？各有职司而已。哎，江南道御史岳子峰，他跟你有仇吗？同朝为官，同室一主，何仇之有？既然他和你没有仇，你为什么要派人杀他？抓！头儿啊，咱们这几个人事儿斗得过他吗？等等再说。怎么样？这回你没话可说了吧？御史参奏的折子，从来都是明发底报的。上差身在收廷，想必都看到了。岳子峰在江南直言路多年，上过的折子无忌，但是从未参过我一本。徐某心怀感戴，有恐不及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上差说是徐某杀了岳子峰，有什么证据？我给你送过去那几个人头，你都看到了吧？我掌管刑狱，人头倒是常见。你不觉得那几个人头很面熟吗？这正是徐某要请问上差之处。那几个人是朝廷露营的官兵，驻扎江宁，一直忠于职守。上差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掉呢？为什么杀他？哎，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呀，你是假不知道呀？啊，请上差明示。你可真会装疯卖傻呀！啊，我在杀那几个人的时候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说了什么？他们在喊一个人的名字。喊谁的名字？徐祖英呗，喊你的名字。在这江苏一省，但凡是处决的人犯，倒是经常喊我的名字。上差觉得新鲜吗？冯县令，你也常常在法场监斩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没你什么事儿，我问你呢。你以为他们几个人光喊你的名字吗？他们还有话呢。人都怕死，刀一架在脖子上，什么话都说了。还说了什么？他们说杀害岳子峰就是你指使的。你笑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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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许是
上差对断案之事不甚明了，不管他们说了什么，你不该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来。哪有先杀人后成供的呢？这种供叫死供，即便是上交三法司，也无人可以定案。嘿，你倒嘚不嘚，说的比我还多啊！我审案用得着找三法司吗？别的你没看过，戏你总看过吧？那戏里头八府巡案杀人，还需要费那么多话吗？上差如果愿意听戏，改日我可以伺候几出。至于岳子峰一案，还请上差另行查实吧。哎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上差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恕本院告退。你今儿个还想走啊？你就搁这儿好好待着吧你。来人！快呀！哎，蹲下，让老子先跑！快点，这想什么呢？你真是的！哎，好啊，没人！哎，愣着干什么？撤户跑啊，跑！快点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打人走！住手！都住手！哎呦，钦差大人息怒！聂大人息怒！何为贵？何为贵啊？说得好，何为贵？你这招有两下子，哎，怎么玩的？哎，你教教我。哎，好，我可以教你。但是请你也告诉我，真的钦差大人在哪里？你说什么？你不说，我就代你说了。真钦差是4爷和13爷，现在你打着钦差的头衔，想杀我这个朝廷的3品大员，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杀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杀你，因为你是4爷和13爷的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但请你也转告4爷和13爷，不要妄想对我徐某人动手，因为徐某人是太子的人，太子就是明天的皇上，不管是谁得罪了太子，就是自掘坟墓。走，走。聂太大人留步！哎呦，聂太大人啊！好一个5月开花，8月结果。聂太大人，别留步啊！你，怎么样？伤着没有？伤着没有？什么？大人，带我走吧。走。啊！他不能走。上差下差，这个上差的下差，他不能带走啊！我要把他交给聂太大人了。好，说得好。上差的下差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是上差的下差，我照样咔嚓你。老狗！你怎么敢？嘿！
你说这一桌好菜好饭的，摆在咱们这儿都凉了吗？哎，那个哦，对了，那个徐孽台杀了没有啊？快了吧？也是，杀那8个人也就一壶茶的功夫儿，现在就咔嚓这么1个人，倒折腾了大半夜。到时候饿过了头，就什么事儿也洗不起来了。哎，我已经饿了。哎呀，哎呦孩儿哎，哎呦孩儿哎，这祖宗还没吃，你可不能动。祖宗，哎，祖宗在哪儿？到时候你姐和李大哥这么一拜堂，那祖宗就会坐到桌上来了。你说，这李大哥要是真是帮你们家报了仇，你姐会和他拜堂吗？应该会吧。哎，姐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等你呢。谁叫你们等的？银姑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姐，姐，我告诉你啊，李大妈说了，只要李大哥一替咱们家报了仇，你们就可以拜堂成亲了。儿子，那什么念台咔嚓了吧？咔嚓了，咔嚓了。咔嚓了就好。你看，这客栈老板可是个好人，我就这么招呼了一句，这新房喜宴什么的，他这都给弄好了。姐，你给他好好奖赏奖赏他。姐，干嘛？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哎，姐，哎，银姑娘。儿子，妈没有做错什么吧？没错，没错。您怎么会做错呢？您是我妈呀！拜托您再做件事好吗？哎，什么事儿？快说呀！您把这蜡烛扔出去，把这几个字全给扯了。哎，扯了干什么呀？过来，儿子，这银姑娘要是不同意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她洗干净了，也是要脸蛋有脸蛋，要屁股有屁股的，是不是？天哪！我怎么生下这么一个妈呀？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刚才就该把那小子给宰了。听好了，立刻做2件事：给太子上一道600里加急，将这里的事情详情禀报；再到木灵山庄，掘地3尺，也要找出那300两银子。是。哎，大人，要是那笔银子真的在那小子他们那里呢？我早就安排好了，真在他那里，
1文钱也运不走。你们尽了力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感谢你。不急不急，不就是一个3品孽台吗？想当年在兖州，当年在兖州，你干什么了？当然，那不是我。你赶快回去收拾下吧。能逃走，你们尽快逃走。想逃？哎呦，辅尊大人，看在你我同在八爷的门下，这些年看在卑职伺候还算小心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走得了，走了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们能走到哪儿去？深山老林，荒郊野外，总之，能捡回这条命就行。这官不当了。就是。要是这命能捡回来，官儿还照当，你们还走不走啊？啊！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不走不走，当然不走。听我的，这8爷是靠不住了，4爷和13爷明摆的也是怕了太子，改个门庭不就都过去了吗？辅尊的意思是我们投靠徐祖荫。不是投靠徐祖荫，是投靠太子。不是人家能要我们吗？福儿过来。辅尊何不早说呀？给你不？还站着干嘛？还不把我官服拿来？这边，里边。买了！哎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抢。头儿，这一次是要保护啊，还是要监视？嗨，我也弄不清楚了。开始说要保护，现在又怕他们溜了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倒腾来折腾去的，这辈子还没当过这样的差呢。要是那个什么上差的下差要出去该怎么办？跟着就是了。来，大爷，去！大爷，行行好，给点吧。去！走开！边去！好爷，来，这，来。大爷，行行好，给点饭吃吧。要饭呢？来，坐对面吃。哎，你不是要饭吗？又不是要你命，怕什么怕？吃。为什么出来要饭呢？啊，大水。哥哥我也是发大水逃出来的。现在我能请你吃馆子，你说哥哥我本事大不大？大。大什么大？哥哥我这回跟到栽大发了。不大。你他妈知道个屁呀！哎呦，客官吃完了，您走好啊！哎，慢走，少爷。哎呦，里边请啊！里边请。哎，头儿又走了一个。你小子走运不走运的？
当叫花子就这点好，吃饱了饭就叫一个走运。别的事儿什么事都不用想啊。哎，你说说看，这人吃饱了饭还想干些什么呀？真不知道。讨个好老婆。还有呢？当官。当官。当官干什么呀？坐轿子。打人的板子。想咔嚓谁就咔嚓谁。小兔崽子，吃饱了是不是？专挑我爱听的说啊！滚！拿远滚哪去？滚！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我姐她走了。有来2位，里边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姐她写了一封信就走了。上2壶酒。去哪儿了？